好啊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樂啊。咁呢，今日就打下個水煮個關卡，因為我驚我卡住呢，所以我打到暗區度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我嘅第一次拍片呢？咁我覺得都，反正係第一次拍咁樣，第一次拍就咁樣都 OK 嘅啦，我覺得。但係可以做好啲嘅，我覺得就，因為咧，我發現咧，其實我講嘢嗰度咧，有啲好似唔係好清楚咁，係咪？咁其實我會下次我會再即今次啦，我都應該大聲做嘅。咁我下次會再大聲少少咁樣，費事你聽唔清楚咁樣。好啦。呢個水煮呢，而家第一關呢，兩隻都係1000年嘅，咁我都唔知佢之後咩㗎，第一次打嚟嘅。第二關第1000年，應該唔會成關第1000年啩？第3關都係1000年。哇！呢隻萬年同1000年嘅防禦啊，個防禦力係一樣㗎。其實呢個萬年正常嚟講呢，係我記得好似係600萬防嘅，第一關唔知點解變到得60萬防咁樣啦，得10萬防。好啦，打水煮，火煮嚟嘅，可能隨機喎。燒漏咗啦，跌埋卡添，雖然我自己都有。打關嘅啫喎。好啦，睇嚟我係要食嘢啦。先係火嘅。份人比較懶啊，即係我唔會好似其他人咁樣咧，慢慢碌，我會索性喺嗰個種類嗰度咧撳佢哋，咁樣我覺得其實快好多嘅。不過水咧，我就好似有㗎係。定係食個萬年呢？好似萬年好啲，差唔多啫，食埋1000年好啦。
都仲爭一個啊！咁算啦，用石開啦，咁就費事下下都要買，下下都要食咁樣。好，睇下呢個係咩先？哦，講呢個。好啦，咁今集又係咁啦。